用这个程式，可以朗读了。用这个程式啊 ，TTS Reader 啊，可以朗读了，可以朗读文章哦。你看，这已经先叫出，先找出来的那个文章了。一般看到的画面不是这样，这个是有操作过了，然后把文章找出来了。最近看文章，去按最近啊列出来的文章，再找到这一篇。那要怎么念呢？来按那个画面，按文字，要按文字，按到文字的地方才有出现这个画面。你看最上面呢，就是可以播放。哎，你看有没有一个图啊？嘴巴开那个有声音的图啊，点按下去，你看下面有播放键，底下这里有播放键，按播放键，会念哦。按一下画面，让那个图案消失，才能看到文字。林早安吉祥和仙姑大仙慈训天使紧急时刻的克己复礼。若无法修持自己，任何境界都无法达到。因此，所谓的空者即是以智慧来领悟，于自信中不起任何境界之执着。若执着一起，即难断事情的根层。但此功夫还得要你自己持之以恒。何故今日匆忙领天旨来到佛堂的目的，为的是要转达天使紧急。部分读音有错误，请见谅。对啊，播音字读音会有错误的。劝人家不要那么执着，不要妄想。佛陀说：“奇哉，奇哉！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你妄想执着，不能证得呢。执着是第七世，你看妄想第六世，所以修行要从第六、第七世下功夫，去掉妄想执着。妄想执着都是比较情绪的，比较缺少智慧理智啊。智慧是属于般若空慧，般若空慧。执着妄想都是比较低层次的那执着情感层次的理气象啊，般若空慧比较属于理的层次，执着啦妄想比较属于气的层次。然后呢，还有个相呢，执着相的呢，那层次更低了，所以要莫着形象。要有智慧，要研究经典，增长智慧，还有得三宝。